第3場開始，係孝莊皇后之密誓。咁喺我哋羅省呢，以我記得應該係第一次唱做嘅清裝戲嚟。又冇咗聲，而家有啦嗬。其實佢唔俾個咪我，我啲聲都直去嘅已經，因為夠大聲啊嘛。係啊，咁咧就為我哋飾演孝莊皇后嘅方安妮小姐，我相信大家都對佢有所認識㗎啦。佢喺羅省已經係表演咗無數咁多次㗎。佢今次咧佢自己係創辦咗東方曲藝嘅曲藝社嘅。咁佢係人都知道佢啊好中意唱粵曲啊、粵劇啊咁，亦都咧係做咗好多嘅慈善嘅演出，咁啊亦都好多得到各界好多人士嘅支持同埋捧佢個場嘅喎。咁今次我哋粵星音樂社喺47週年，能夠邀請方安妮小姐同埋陳卓雙先生兩位合演嘅孝莊皇后之密誓。咁啊，陳卓雙先生咧，佢學嘅粵劇咧學咗好短時間嘅啫。佢咧就係拜咗楊建華師傅啦。咁咧佢就好擅演啲好剛直嘅人物啦。咁佢唱功咧都好雄厚嘅。佢曾經演過呂布，亦都演過關公。咁又有啲演過咧就嗰啲鬼馬嘅風流天子喎。咁樣今次咧，我哋粵星樂社咧能夠咧得到佢哋嚟參與演出咧，係非常之榮幸。孝莊皇后之密誓，咁啊唔使我講，方安妮咧就飾演孝莊皇后啦。咁啊陳卓雙先生咧就飾演多爾袞嘅。咁啊希望同埋係多爾袞同埋演出係屬於攝政王，因為我唔係清朝人，所以我唔識講清朝話、清朝嘅故事，sorry。我講笑啫。有請兩位孝莊皇后之密誓，又唔記得乜嘢咧？拍掌啊嘛，都俾啲掌聲我入翻去先得㗎。多謝多謝。係啊，開添。
天將崩，滿朝殿闕龍亂雲。奮臂力還未顧及身，一任泰山崩於前，亦無懼敢肩重任。傲笑山海如雲，大滿清骨未必其光暈，猶住寶登記。再做我江山任福泥紋，青紅當世有誰可及？人受參天多已困，宮廷深處喜藝闊步，當今些我有誰人？親王多爾袞參見皇太后。皇太后，一夜之間，哀家已成了皇太后啊！太師福臨今日登基，你貴為太后，天下無疑。我多爾袞得來討飲一杯喜酒啊！睿親王，哦，不是親王，是攝政王啊！先王急必順路無愧於
人不讓護降他，愛就恨啊！針啊，你針，我任，方任啊，肺腑煙塵。我還你無字好江山，但要討還嚟一還。親王要討還何物啊？討還你欠我情和愛，只屬非謀，不屬藝人。親王，你要討還情和愛啊！兒所當陰，見低就
曾別戀金公飯。更要親啊其人，洗如恨，續如情啊！耿耿此心，無所含啊！神在，多爾群，皇太后，你這裏並無皇太后，只有你嘅大玉兒啊！玉兒，大卻君臣叔數禮，還我玉少女，天下第一美人，是一尺天涯，相見不相親啊！淚似左近，此日今石為開，盡是精誠所致，豈得銀河抱月啊！
啊王不公嘅心呢派人，今卻拜求苦運。真是一言驚醒了痴人，為免受人話病，我當暫把情心收拾啦。今宵對月盟心事，好待我兒親正日，我孝莊下嫁心上人啊！我嘅好玉兒。
謝幕。兩位要留步啊嚇。係，好唔好睇啊？好靚啊！兩位都可，又做得好好。咁啊，有請阿方安妮小姐同埋阿陳卓雙兩位出嚟嚇。咁啊，有蒙市嘅商業發展委員會嘅林達堅主席，有兩個獎狀送俾方安妮小姐同埋陳卓雙先生。咁另外咧，阿 Andy 啊，你有個朋友叫葉樹金先生係邊？佢個銀紙牌係送俾阿方安妮同埋陳卓雙嘅喎。啊，請你慢慢由呢度上嚟嚇。哦，阿林主席，唔好咁客氣，唔好咁客氣。嗱，你哋，多謝晒，多謝。有冇同我哋觀眾講幾句話啊？各位親愛的鄉親父老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phen Lam， 代表蒙市商業發展委員會嚟到頒獎俾我哋兩位今日咁出眾嘅 performer， 一位我嘅好朋友 Annie Fong， 另外一位係陳卓雙大師嘅。咁佢兩位做得非常之好，我頭先留意到，我非常之靜心喺下低欣賞嘅。咁咧，我咧覺得咧應該咧大力咧推廣我哋廣東粵劇去到主流社會。如果我哋能夠配上啲英文嘅 subtitle 咧，我諗有好多外國人，對唔住啊，我哋先係外國人喺度。咁咧美國主流啲人咧就都能夠了解我哋，因為呢啲戲服啊，同埋啲動作啊，非常之優美嘅。我覺得咧應該值得推廣。今日喺度咧就嚟支持同埋恭祝你哋葉生上嚟。粵聲音樂社咧成立47週年嘅，咁咧就喺呢度咧，我哋想頒一個獎俾你，多謝你哋對我哋中華文化嘅宣揚同埋對社區嘅貢獻，多謝。請多謝 Stephen Lam， 多謝。呢個係多謝 Stephen Lam 先生，佢係蒙市發展局嘅主席，主席，仲有佢好多名銜㗎嚇。我又恭祝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好多謝譚如希先生嘅利是，吳太嘅利是，我好朋友 Linda 嘅利是，又多謝葉先生我顧問嘅銀紙牌，多謝晒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。Thank you， 多謝晒，Thank you。